合并影片啊，这个手机荧幕截图跟录影的程式啊，手机荧幕录影的程式，Capture Record 录好的影片还可以合并，有的会变形，拉大或拉长，画面会变化。O 型的有提到膀胱癌、乳腺癌，乳腺不是都跟那个心情、情绪有关系吗？膀胱会不会是尿毒还是憋尿？O 型的时候比较好色，O 型的如果好色，那是不是精气神的精比较消耗比较多？然后有的 O 型又想要做老大，是不是会吃药啊？吃补药，吃药不是又伤肾了吗？伤肾不是又影响到膀胱系统、肾脏、膀胱系统？然后憋尿，然后尿急又爱面子，不赶快路边排尿、憋尿，憋尿是不是久了也会影响到膀胱？哎呀，O 型的，不过也有说 O 型的最长寿呢。刚刚提到 O 型要有修行才会长寿了，要吃素啦，不要好色了，不要放纵皇室了，不要精浪费太多在女人身上了，爱惜精神啊，有修行才会长寿了，要吃素啦，减少爱意啦，减少减少意，减少皇室操劳。多血型的乳腺
说肝癌，还有卵巢癌，还有什么癌忘记了。B 型说什么 ？AB 型还有肝癌，B 型还有子宫颈癌，AB 型的卵巢癌，A 型的胃癌，AB 型的也有胃癌，A 型的还有什么？射护腺癌。这样我都忘记了，不清楚了。前列腺就是射护腺是 A 型的。B 型呢，提到那个子宫颈癌，肝不是哦，不是肝癌，AB 型才是肝癌。真的很容易搞混。B 型的是提到口腔癌，口腔。B 型提到口腔，你看那个 B 有2个洞，像不像口？口腔癌。B 型的提到口腔癌跟子宫颈癌，颈也是口。那 B 型的才是 B 型的才是什么？没忘记了。AB 型的提到肝癌、卵巢癌。哦，B 型的提到子宫颈癌、口腔癌。A 型的有提到胃癌、胆囊癌还是什么射物腺癌。AB 型的提到肝癌、卵巢癌，还有什么癌忘记了。O 型的就提到乳腺癌。哦，AB 型还有胃癌，A 型跟 AB 型都有提到胃癌。A 型